来看台新金甲新光金早起开临时股东会来讨论合并案。台新金普通股出席股数是超过90%赞成合并，新光金的普通股赞成率嘛超过70%。双方拢通过合并案，后一步会送金管会审查。排队排甲热热长，大约200公尺。新光金甲台新金的股东临时会起股，国内上大规模的金融整并、新兴并，伫股东会未变过关。透早9点，新光金宣布出席率有81.56%，台新金的出席率是78.52%。这将是台湾金融业首次金控合意并购的先例。台新金进展顺利，透早9点外就开始投票，出席者大约有92.76%赞成，股权比例占全体股东大约72.83%。上通过新兴并，也拿新光金股东发言是真积极，包含最近金金分离的话题引人讨论，也有股东表达烦恼。基金分裂只是一个兼职的部分，而且主管机关严格会监管我们兼职的状况，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。临时会进前，新光金行工会提出6点的声明，即期讲，台新金甲新光金毋捌甲工会协商过员工的安置计划。台新金的员工虽然有全体劳用3年的保障，却无讲过实际的内容。即使是针对这个3年的保障，那也应该有更多的细节，就是在员工安置计划里面一项一项来大家的就是谈清楚。那这样子可能在未来即使并过去之后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劳资纠纷。顺利通过新兴并，后一步就送金管会来审核，按算会伫11送件申请，金管会会按照5大要件来审，上紧2个月内核准还是驳回。处理期限一般是2个月，到时候有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做展延啦。合并了后的新公司改名做台新新光金控，正做是台湾第4大金控。因若敢会伫今年底或者是明年初核准还是驳回，金管会是无予明确的时间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